开始。自信的话，先，你说的好。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摕咱的布地，教会布地就真无共吼。今仔是樟树节吼，圣经讲，何塞那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
成熟啊，就是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城，然后大家欢呼他啊，所以咱今仔日嘛用快乐的心情来学到咱的三位一体的上帝第一首是金光归于圣地上帝这首大家拢足熟的所以咱会使唱较紧一首。回下来唱473首求问世间是地路，这首嘛是大家最熟的歌甲再咱有主耶稣，互咱做阵来唱，来演唱。都从肉体来甲咱中间来体会咱的喜怒哀乐有一天伊去带咱到伫迄平安的做家
咱安静心，准备今仔日一个礼拜。各位兄弟平安，这时咱准备心做今仔日早起的聚会，这时咱安静1分钟来听候上帝话。
伊徛在，因为公义的上帝监察人的心肠。这时，请咱做伙来唱圣诗52首，荣光归于圣父上帝，请起立。用使徒圣经来宣告咱每一个人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生命，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神主玛利亚出世，伫温州彼拉多人来受苦，第四日死，埋葬同阴府，第三日对世人中复活。上天感谢是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家过来审判别人甲死人。我信信圣公堂的教会，圣父的上空，水的下面，用气无话，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时，咱来领受上帝的话。启文第14篇，就是诗篇的57篇。这时，咱做伙来启用。上帝啊，求你可怜我，可怜我。我要投靠伫你的骨的地印内。我要求救至高的上帝。伫迄个要吞食我的人诽谤我的时，上帝要施阮对天救我。我的性命伫屎的中间，伊的喙齿是枪是刺。上帝啊，愿你权大搬过这的天。伊甲我的骹步说路网，伊伫我的面前开显天。上帝啊，我的心自在，我的心自在。我的神啊，你着精神起来，琴啊，舌啊，你着精神起来。主啊，我要伫万百姓的中间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大到诸天。上帝啊，愿你权大搬过这的天。这时，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这时，愿众人伫你的面前，毋是来祈祷，
敬拜。主啊，你是至高的，是阮生命的主宰。亲像圣经所讲，我已经甲基督同顶十字架，现在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伫我内面在活。主啊，求你赦免阮常常体贴肉体的软弱，叫是家己比别人较好较牢，总是时常爱别人听阮的想法，因为阮知阮不过是土粉的本质，是软弱有限的。因为你的恩典，互阮有新的望。这是阮宣告，阮的罪，甲阮海的念头，已经甲你同顶十字架顶，成做新的人。天父，你是公义的审判者，愿你断绝阮心中的歹，因为公义的上帝监察人的心肠，求信心亲像火一样，擦燃阮的内心，除去你无喜爱的私欲、苦毒甲骄傲。求主赐予阮每一个人正直、圣洁的心，活出你的模样。主啊，阮的生命爱为着主来活，伫安稳的时，阮高举你的名；伫试炼中间，阮望你的拯救。求你互阮每一句话、每一个念头、每一项所做，拢爱回应你长、宽、远、深、无限的爱，荣耀你的名。这时，阮众人要来坐一声，令主驾是阮的祈祷文，同心合意来祈祷。阮的天父，阮你的良心，你的福音道，你的旨意，你的灵的体力，阮的心，这个阮下令阮的苦，亲像阮把下令阮的人，互你传给的是，叫阮团结爱的。因为讲，阮的灵光讲是你所到带来的事，阿门。这时，咱来领受上帝的话，做伙来看新约圣经加拉太人书第2章第20节。新约加拉太人书第2章第20节。这时我来念，请一个来看。我捌甲基督同顶十字架，我要固定我不是由原我，就是基督点入我的我，搁我现今伫肉体所有的我，实在是信上帝囝来我，伊捌听我替我献家己。这时，咱要请圣歌队来学录。这是要学录的诗歌是《学录本王何塞纳》。
感谢生活对用诗歌带领咱来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这时是讲道的时间，咱要来请本堂杨牧师伊来讲道。伊讲道的题目是为主来活的生命。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咱会当伫中秋节主日、三甲主日伫上帝殿，今仔日咱就看布置拢无共款，所以有中秋节，我会记有一年，咱伫即个应该是旧年咱伫3楼的时阵即个1楼迄个整洁，涂骹拢总是铺中秋节，我会记涂骹拢铺中秋节真感动互咱会当去体会，伫当时主要说要进入迄个耶路撒冷，伊知影要创啥，其他的人拢毋知影。伊知影要创啥物，伊知影要安怎做，其他的人拢毋知影。所以有主保守带领，伫中秋节主日，咱三甲主日伫上帝殿院，嘛特别拄啊好这差不多2-3礼拜，可能嘛有一些兄弟姊妹有转去故乡扫墓。佫有做其他咱伫的即个家己纪念的日子，所以伫周报顶悬嘛有写毋望咱兄弟姊妹过来今仔日过来就是要过即个受难周，主要说记录受难伫即礼拜即礼拜暗时8点，伫个即个咱的所在咱有西1区的教会三甲主日5间教会兄弟姊妹三甲主日伫咱的教会。要来做受难周的受难日的礼拜，纪念最所有的听，所以求主保守，邀请兄弟姊妹，咱伫即礼拜中间尽量莫虚华，尽量莫虚华，咱无强制啦，有的教派是强制，袂使安怎，但是求主保守我相信这是主，咱会当体会经验主的听，咱就会当。安怎样来做？所以透过今仔日这段圣经节，加勒太书第2章第20节，这段经节来帮助咱。要开始之前，愿请咱三甲来祈祷。求阮的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你赏赐迄个活命伫阮的生命内面。感谢你的上帝，互阮会当透过你的听来见证你听阮，你听世间人。总是阮时常忘记你的听。阮时常毋知影你会听，就伫阮的生活内面。求主怜悯，求主帮助，保守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伫个即个特别的节期中间，互阮会当更较安静阮的心来听候等待，你来悔改认罪。主，求你搁一遍的怜悯阮，保守阮。有时阮无法度用主的听来听别人，因为阮也阮家己做中心，恳求圣神。来感动阮，搁一遍启示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伫即个受难的节期中间，你帮助阮安静来思考甲你的关系，来思考要安怎样听即个世界，来思考你定时伫世界顶悬迄个牺牲的听。感谢主，搁一遍帮助阮兄弟姊妹，灵命搁较进步，会当看无家己只上帝。感恩恳求奉主的圣名，阿免。咱会当想象一个画面，迄天耶路撒冷城火满真侪人，有人走来头前，有人伫咧后面地，有人甲衫铺伫咧涂骹，有人即个中秋节甲压落来，伫遐咧铺伫涂骹也好，伫遐咧下来下去所以囡仔伫咧遐，大人伫咧遐咧叫，囡仔伫咧遐咧喊啥？何山啊！何山啊！迄款是一款真期待、真兴奋兴奋期待足久的就敢若亲像会当等着期待着讲来改变因的生命，改变因生活毋是生命，改变因的生活的一个所以你着看耶稣骑啥，骑驴慢慢行城内面，伊无有骑迄个战马，嘛无有带军队啦，所以群众游玩真热烈伫遐来迎接伊
迄间的画面大概就是今仔日咱看到、想到的吼，今仔日漳州遗址吼，咱伫遐咧想象吼，咧纪念。但是几工了后，相反一座城，气氛完全无同款。有漳州机无？啊，敢有欢呼声嘛无啊？取代是啥？冷淡。取代是啥？失望，甚至受气。所以有人开始话，定义是一个，定义是一个。现在兄弟姊妹，这中间到底发生什么款的代志啊？耶稣无有改变，改变的是人的心。无得甲咱原本愿意欢迎，就是讲照着因来期待做代志的哦。哦，咱即个民主的时代就是嘛吼，总统是我选的，哦，所以一定安怎，咱有期待总统，还是讲遮个执政者会当做啥物代志，期待。但是这就是当时遮个百姓因所期待的。这个王要来啊！这个王要改变阮啊，阮的生活哦，改变一切啊，因真期待。但是后来看耶稣这个过程，所以因本来真欢迎一位会当遮着有期待做任何事的王，但是因却无愿意跟对一个要改变因性命的王，所以因无愿意。改变，要改变因性命无愿意，吼，迄个主来到因的中间。所以今仔日咱嘛相反，亲爱兄弟姊妹，咱伫遮兄姊最后所进入咱的生活内面，咱只啊欢迎最后所进入咱的生活内面。但是咱真正要互伊做主吗？伫咱性命内面，咱真正要愿意互伊做主吗？所以使徒保罗讲，现在我着安怎？不再是我，无搁是我。现在换的无搁是我。亲爱兄弟姊妹，这毋是一时的感动哦，这毋是一时的感动，这是一个甲生命的主权交托出去的决定。生命的主权交托出去的这方面的决定。所以这真重要。今仔日漳州期主日，咱三甲主日，咱来看环境，当然会一寡调整跟改变，总是。真慢嘛，真期待咱做信仰的反省，哦，咱做信仰的反省。头一个要咱兄弟姊妹分享的，就是生命的改变，就是啥？迄个生命的改变，就是不再是我，无搁是我，乃是基督伫我内面活的。哦，真简单的一句话，真清楚的一句话，无搁是我，乃是基督伫我内面活的。所以使徒保罗讲，现在活的无搁是我。即句话的重量其实非常的重。哦，即句话就是代表啥？我无搁是我人生的主人，我无搁是我人生的主人。亲爱兄弟姊妹，漳州主日的群众，因嘛捌欢迎耶稣，但是因无有真正让位互耶稣，因的生命内面无有让位互迄个耶稣，所以因爱是一位照着因的意思会行的王。但是毋是要改变因生命的主。讲到这，其实这嘛是咱时常有的真正，对毋对？哦，咱时常有的会丢度的挣扎。哦，咱会讲主啊，求你祝福我。哦，咱时常无咧讲主啊，求你祝福我。但是咱较少咧讲主啊，你来做主啊，主啊。你来做主。有一位兄弟做生意，伊信主进前，逐工想的就是要安怎样赚较侪钱的。但是信主了后，有一天伊伫咧基督内面怎卡掉的？伊突然发现讲，伊从来无有问过一件代志，就是主啊，这间公司是为着世人存在的。主啊，我这个家是为着世人存在。主啊，我的家庭是为着世人存在。主啊，我是为着世人存在。所以，这个兄弟迄天，伊的生命开始改变，毋是换工作，毋是换工作，是世人做主来改变。
这人做主来改变。亲爱兄弟姊妹，为主来活，毋是做搁较侪宗教的事，是互主进入咱每一个决定，主进入咱人你我每一个决定，这是真重要。老讲牧师，你哪会安尼决定？其实嘛是经过真侪的思考、安静、祈祷。感谢主吼，我伫那个教会服侍实在是真幸福。我是一个真幸福的牧师。我的同学有个人安尼，因为我有同学会吼，我嘛有群组，我定下伫群组内面听到真侪我的同学。差不多我花25、6年，做有这的同学，也是上下届，有真侪，毋是少是多。你讲因的牧会安怎会咧吐苦水啦？但是伊拢讲陈恩啊，你哪拢无吐苦水的？你嘛吐一下苦水，一定有苦水的。我都甲伊讲我实在是真幸福。会当伫咱的教会，而且来牧会，来服侍主。所以当我要做即款的决定时，我就想到主定时过，拄好嘛是中秋节，注意即个前后啦咱讲即个大斋节期嘛即个40天的日子，要到过完节进前40天的日子，所以伫即个过程中间，那个是很挣扎的，要离开咱是一个真挣扎的代志。我会当继续幸福继续快乐，伫咱南华教会做。但是我较大的思虑，所以而且咱伫即场中间，咱伫家庭内面，咱伫真侪的所在，咱是毋是？譬如讲伫即场内面，职场中间，咱是毋是愿意成熟？咱伫个家庭的内面，咱是毋是愿意先放下咱家己？伫迄个冲突的过程中间，是毋是咱愿意选择迄个条线？所以伫即个时刻，就是咱在回答一个问题。咱在应答一个问题，到底是我在活，我在活，还是基督伫我内面活？这时常是一个做传教者的人嘛，定爱反省的事。所以兄弟姊妹，邀请咱兄弟姊妹，咱会当做即款的信仰环境，到底是我在活，我在活，还是基督伫我内面活？我做每一件代志是世人在活。我去买菜，我伫厝内面。我咧工作，我伫教会的生活，我伫社会的生活，到底是我咧活，还是基督伫我内面活？所以透过今仔日这段的经文，帮助咱，互咱会当更较清楚了解。第二点要甲兄弟姊妹分享的，就是生命的动力是因为信主来活，迄是生命的动力，生命的动力。使徒保罗讲。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我哪伫即个肉身肉身活着，是因为信上帝囝来活。毋是讲我如今我活着是爱着我的牧师娘啊，我爱伊啊，我来活。那个太肤浅了我如今我活的，我这个肉身活的，是因为信上帝囝来活。这是咱做信仰反省真重要的。你对待人，你是毋是因为信上帝囝耶稣基督，你好咧啊对待人？所以中秋主日的群众有热情，但是因欠缺的是持久的信心，真久的会当讲真久的一款信心。所以当然代志无借着因期待发生嘛，最后说比掠去，你去我怎比掠去啊？无借着因期待，伫咧最后说你去期待啥？期待叛变嘛，对不对？期待安尼做，但是无啊。所以因的信心开始安怎摇动震动咱有一位兄弟叫做马来金兄弟。感谢上帝咱而且咱在座兄弟姊妹说多些，因为因的生活内面有做兄弟姊妹私底下帮助因。这位兄弟是我来咱教会我
未来之前伊就来到咱的教会，伊脚长一支，工作的关系，脚长一支，拢坐轮椅咧。后来这3年的中间，人生发生真大的改变，伊这个败血症，通常败血症就翘起啊，但上帝留伊的活命，进出监护病房至少有3摆，真严重的时阵。这个过程中间，我无听过伊埋怨上帝，嘛无听过伊讲为什么上帝会安尼？其实就有原住民，布农族的原住民，我毋捌听过伊伫遐埋怨。特别伊也看伊就是感谢主，感谢主。所以讲后来一阵伊长出院，长出院，感谢主这几礼拜，你若2个月，你若有看这个直播，伊就是住院拢写伊的名。我就问伊讲佫有倒位需要为你祈祷的？伊讲感谢主伊讲为我这个看病当顺时祈祷感谢主，感谢主伊拢直直讲感谢主。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遍伊出院，就打电话嘛，牧师，迄个来我家一趟，我就走去到，毋知发生啥代志，就吵起。伊为冰箱摕一只鸡，一大只，摕来，牧师这个给你哇，你留着吃，有很多很多，我们那个花莲那边那个亲戚都寄很多只来，牧师请你吃一只的。你留着，你留着，慢慢拄伊就坚持爱我摕落来。我相信伊有真多内心要感谢上帝的代志，伊透过感谢牧师即款的动作，所以我真深的感受，伊是一个真有信心的人。虽讲伫咧迄个死荫的山谷，行过骨啊豆啊。甚至厝内面的人，伊的太太今仔嘛伫来中间甚至厝内面的人，伫遐我著现场看因签迄个放弃治疗放弃治疗了，无爱搁插管啥拢无爱总是过2工，过1、2工，伊竟然搁转来甲普通病吧。我相信伊伫咧迄个痛苦困苦的中间。凭着真大的信心，完全的交托，完全的倚靠。所以，章求主日的温情有热情，我拄则讲，但是欠缺的是持久的信心。这互咱做伙，而且来学习这件事。今仔日咱可能嘛是会相款。你我咱拢会相反，当代志真顺利的时阵，咱真有信心。咱的事工各方面拢真顺利的时阵，也是讲咱换礼拜堂拢完成2场的礼拜嘛拢完成，咱真有信心。但是代志开始若不顺的袂顺的时阵，无得甲就有人开始怀疑有一位姊妹，伊的经济还要动大的时阵，伊逐工几乎都没有睡好觉。所以有一天，伊坐伫咧眠床边，伫遐咧祈祷，伊目屎一直流，目屎一直流，伊敢若讲一句话，讲主啊，我真正毋知要安怎，无有新食立刻发生无，嘛无有问题瞬间来解决嘛无。但是伊讲，伊心内面有一款真深的平安，真深的平安。后来伊分享一句话，真简单，但是却真深。伊讲我发现我无需要知影明仔载会发生什么款的代志的状况，我嘛无需要预测明仔载会安怎样。我只有需要知影主伫我的身躯边，安尼就有够硬。伊毋免去想迄其他，伊知影讲主伫我的身躯边。安尼就会够硬。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信心这就是信心。为主来活，毋是掌握一切，是伫咧无确定的中间犹原相信。有人咧问我，牧师你准备要减选的艋舺教会，若无过，无过你会留落来袂？我提出辞呈了
袂晓落来，啊无过安怎？我犹原相信上帝带领阮去到即个所在。无稳定的内面，咱犹原爱安怎？爱相信，毋是因为路清楚，是因为些人同在，主同在。现在兄弟姊妹，咱知影，咱全教会有同教者无同教者，其实嘛是咧考验一间教会的成熟度、成熟度。愿意继续留落来的兄弟姊妹，感谢上帝，牧师真期待，咱爱互相扶持，互相爱求进步。无因为某一个牧师离开啊，还是讲迄个过程，咱看真个教会的历史就是安尼。伫个牧师咧离开的即个前后，我伫遮嘛会当甲大家分享，咱教会也就是安尼。因伫即个牧师咧离开的前后，因主啊甲即个主任牧师伊退休，阮总辞了后，因其实伫个迄个过程中间一直下降。所以，咱来看即个咱的信仰的高度，亲爱兄弟姊妹，牧师真期待，咱其实伫个99间台北中会中间，咱是排名前面15名无论教授、各方面传福音的热情，我相信这是真重要一件事。毋是因为路清楚，是因为主同在，所以我会感受到迄个主同在，甲咱的教会伫遮每一位兄弟姊妹同在，特别咱的小会员，咱的长执，主甲咱的小会员，咱的长执同在，咱会当互咱的教会。伫咧即个南口的所在，本来是2-3万人，人讲什么不生蛋什么的所在，伫咧迄个过程，咱就会当回想整个咱咧宣教的即个过程，上帝互咱甲即个所在、即个程度、即个过程，感谢伫咧上，咱实在是爱感谢伫咧上，所以来咱教会即个服侍牧会牧师一定是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幸福。有主来保守锻炼，我搁讲一遍毋是因为路清楚，咱过来当然嘛是会共款拄着这面对着这问题，但是毋是因为路有清楚，是因为主甲咱同在，主甲咱同在。再一点要甲兄弟姊妹分享的，就是性命的根基啦。咱拄则有讲到，即个性命的啥？性命的转变，搁来是啥？性命的动力。最后即个咱要甲兄弟姊妹分享就是性命的根基，会记得主会疼甲牺牲，会记得，咱会记得。使徒保罗讲，伊是疼我，为我安怎，看我家己舍己，他是爱我的，为我舍己的。现代即个好学本安尼翻译，伊是疼我，为我舍己。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章求主你其实是一条路的开始。什么路？迄个神界的道路开始。这是章求主你咱爱会记得，咱爱知影，这条路是神界的路。当群众在反复的时阵，耶稣知影家己要面对着的是啥物？耶稣要面对着的是啥？背叛、羞辱。鞭挞，最后上十字架。但是伊无有停落来，咱的主无有停落来，为什么呢？因为伊疼咱。毋是真抽象的不是真抽象的讲疼世间人，一定会听拢会写神爱世人对无？毋是疼世间人，是抽象，是真具体。伊疼你，伊疼我。伊疼咱，非常清楚，非常具体，互咱真清楚知影。伊疼你，亲爱兄弟姊妹。有一个年长的兄弟，伊伫咧陪伴伊真看病真重的即个伊的某。有一天暗时伊一个人坐伫咧迄个走廊顶悬，真安静，但是伊真忝。迄个时阵，伊讲，迄个时阵伊心内面有一个画面，有一个画面，
耶稣一个人行伫咧十字架的道路顶悬，就是要往迄个耶路撒冷啊，就亲像咱今仔日安尼吼，今仔日即个纪念耶稣一个人行伫咧即个十字架的道路的顶悬，无人了解伊，甚至门徒拢离开伊，但是耶稣犹原继续行落去。迄个兄弟讲，伊突然目屎滴落来，伊心内面有一句话。杨主啊，你拢无有放杀我，我嘛无爱放杀，我嘛无爱放弃你。主啊，你拢无有放杀我，拢无有弃杀我，我嘛无爱放弃你。我的生活我嘛无要放弃，我要继续向前来跑走。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为主来活的快乐力量，毋是对家己的要求、自我要求，毋是啦。咱会当时常自我要求无问题，我逐工决定我爱30分钟运动，1点钟运动，迄是自我要求。但是为主来活的快乐力量，是安怎？是互主疼，你感受着主疼你。亲爱兄弟姊妹，咱有偌济时间是感受着主疼你？你有偌济时间，咱有偌济时间是感受着主疼你？我感受着主疼我，伫咧咱的教会服侍是真是甘甜，真是甜蜜。所以有人也有看到，杨牧师一定是非常的辛苦啊，在这边牧会啊，然后才会想要离开啊，怎样？不是啊，亲爱兄弟姊妹，咱有单纯的心，单纯的心。无说过一遍甲咱兄弟姊妹分享。所以，当咱真正知影主为咱做啥物，咱就会愿意将咱的性命交托予伊。我讲一遍，当咱真正知影主为咱做啥物，咱就会愿意将性命交托予伊。所以，章求主你，互咱一个真深的提醒：欢迎耶稣很容易啊，真是欢迎耶稣很容易，但是要跟对耶稣。却是一条十字架的路，却是一条十字架的路。使徒保罗讲：“我已经甲基督同顶十字架。”这毋是一个口号，亲爱兄弟姊妹，这是一个使命的宣告。真期待咯，真望咱拢会当有这款使命的宣告。我已经甲基督同顶十字架。今仔日咱每一个人拢爱面对这个问题，咱是伫咧真群中间，伫遐咧。迄个长手机的人，也是愿意每一天背起迄个十字架，跟对主的人。希望咱的生命毋是真短暂的热情，是爱久久长长委身伫即个所在。我诚做一个传道者，我的委身就是啥？就是看到每一位兄弟姊妹愿意委身。伫因所徛起的所在，阮做传道者的，就是委身伫阮一个阮所去爱去的迄个所在，上帝爱阮去的迄个所在。所以我毋是走啊，我毋是走，咱拢会当继续伫祈祷内面互相，而且来关心带祷。不是跑掉了不见了。所以感谢上帝，咱会当用一句话，就是今仔日咱这个礼拜做一个结尾啦吼。主啊，若是今仔日我欢迎你，咱是对今仔日开始，互你踮伫我内面活。我搁讲一遍，主啊，我毋是今仔日我欢迎你，安尼，咱是对今仔日开始，我互你踮伫我内面活。有三个问题要咱兄弟姊妹做平安分享的，就是伫咱的生活内面头一个问题，咱会当思考来想看觅，伫咱的生活内面有啥物款的代志，互你真紧就为着家己来活，大家思考一点。第二个问题是，当你咧面对困难还是压力的时阵，你通常是挖靠家己的快乐能力，还是学习用信心交托上帝？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咱来回想，回想你生命内面捌感受着上帝疼的迄个时刻，
啊，迄个经验要安怎样应用你的信仰生活？这是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好，原主属福，刚才咱伫中秋主日的时阵，咱会当想象迄个画面，大家咧欢迎耶稣进入到城内面，但是伫即个礼拜中间，态度完全改变，因定死伫死地，但耶稣定死伫死地的顶端。期待咱拢已经知影，即个毋若是历史，也是信仰的即个事实。咱伫2000多年了后，咱伫遮来思考即件事，愿主赐福帮助，真正会当互主进入到咱的内面，咱心门爱拍开，三脚来祈祷。听阮的主，感谢你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死地，来愿显明你真深的疼。主啊，阮时常以完真习惯为着家己来活。互家己的想法，互家己的需要，还有家己的烦恼伫遐占满阮的生活。主啊，求你帮助阮学习使徒保罗所讲的信仰，互阮知影家己已经甲主耶稣基督同定时过，互阮的性命，互阮的活命无搁掠家己做中心，乃是互基督伫我的内面来掌管。主啊，伫每一天的生活内面，无论是伫工作，还是家庭，还是人际关系，各方面求你带教示阮用信心来活靠你。当阮软弱软弱的时阵，求你加添阮开力；当阮毋知影要安怎的时阵，求你指示阮头前的道路。嘛求你恳求你时常提醒阮，你是迄个疼阮，为着阮放杀家己的性命主。互阮因为你的疼，甘心乐意甲阮的性命奉献互你，活出荣耀你的生活。所以愿阮的一生拢会当诚做为主来活的生命。感恩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牧师的讲道勉励，即时咱做伙来回应上帝的话。做伙来唱圣诗443首，由阮世间是迷路，请起立，吟传首。请
请坐。即时是报告的时间，唔知教洪长老有无？即是请教洪长老来报告。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我代表社会用一点仔时间来甲大家说明有关目前教会人事方面的情形，也毋茫通过即个说明，会当互大家拢会当了解教会接下来的方向。特别是即个时阵，咱会当用同心祈祷做伙行过即段对教会来讲是真正重要的过渡的时期。来先向大家报告。杨牧师是因为个人的因素，要去到邦加教会服侍，已经主动向本会提出辞呈哦，定伫6月初日要赴任。小会委留无效已经接纳，所以伊伫南头教会服侍的时间到5月31号为止。对于6月初日正式离任，照长老教会法规的制度，牧师团是一个共同的服侍团体。所以，当主任牧师离任的时阵，牧师团也详细解散。换一句话讲，甲杨牧师做伙服侍的道牧师，照制度也必须爱离开。所以，照制度来行的款，对6月初一开始，咱教会就会进入一个无牧者的状况。这对任何一间教会来讲，拢是真大的冲击。无论是主日的礼拜、圣礼典、牧养的关怀，搁有咱这几年一点一滴所建立起来的事工，拢会受到真大的影响。如果咱若看周围款，咱就知影讲，咱的教会目前有青年小组，昨开始有喜乐儿童周末营，有青年事工，有心灵助力2，有门训的训练，这拢毋是一天两天所建立的，是兄弟姊妹做伙打拼的结果。这个事工敢有要继续？教会敢有要继续往前？几多年来拍落来根基，敢有搁要继续甲修好掉？小会员伫真侪摆会议中间有一个真合一的心志，就是讲教会袂当退后，一定爱向前行。我相信这毋仅是小会员的心声，嘛是兄弟姊妹的声音吼。所以，小会伫真慎重的讨论了后，为着整体的稳定甲未来的发展，特别拜托道牧师留落来陪咱经过一段过渡的时期。道牧师嘛真正为着咱的教会想，会真心下面愿意承担这个责任，暂时留落来服侍，帮助咱南口教会伫这个时阵无迷失方向。其实坦白讲，咱真正爱感谢道牧师，伊甘愿屈伫个遮。恁检知教会界只要一知影咱的教会的牧师要总辞了，已经有其他的教会通过小会员咧问道牧师的去向。会当讲，即马所在所在拢真欠牧师，道牧师并毋是无选择，总是伊伫即款的情形下面，伊嘛愿意为着教会需要留落来，特别是无正式名分的状况的下面留落来帮忙，即份心意。咱真正爱感谢，也毋茫兄弟姊妹会当珍惜。为虾米讲无名分？因为照教会的法规来讲，伫牧师总辞了后，咱教会伫制度顶面是属于无牧者的状态。道牧师现在是用协助的身份留落来，所以这个时阵，中会买派牧师来担任咱教会的小会议长。所以小会议长毋是道牧师哦，协助主持小会，互教会的运作正是照常。不过教会法规嘛有安尼清楚规定讲，即款的过渡时期袂当拖伤久，原则上袂当超过1冬。所以咱袂当惊讲要维持现状，咱必须爱继续往前行。也因为安尼，小会开始要第2件真重要的代志，就是准备要聘牧甲拣选的工会，咱会照教会制度开始找适合的牧者，进入聘牧的流程。这是一个需要时间、需要耐心，也需要真正祈祷的路。当然，如果道牧师愿意留落来继续受教会邀请，伊嘛是咱考虑的人选之一。小会一切拢会照制度来行，
兄弟姊妹，当咱人事咧变动的时阵，一定有各种不共款的声音，有的会毋甘，有的会撩离，有的会猜测，甚至有的会议论。这种心情，咱拢会当理解。总是我伫遮要拜托大家，特别伫即个时阵，教会上重要的毋是议论，是更较济的祈祷，毋是猜测，是更较济的体谅。有时阵，咱的无心一句话，有可能会伤害到别人。有时阵，咱惊用药，用感觉去药，有可能会互教会受伤。咱一定爱记记，教会是属于主的，毋是属于某一个人，也毋是属于某一个立场的人。圣经提醒咱讲，爱主先看耶稣。咱教会一直行到即马，毋是因为人的厉害，是上帝对头到尾的带领。即摆看起来若是一个叮当，但是有真侪时阵，上帝通过叮当带领伊的百姓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所以兄弟姊妹，只要咱共心，只要咱合一，只要咱继续听教会，我相信若到教会袂停留伫咧遮，反倒会行甲更较稳、更较成熟、更较合上帝的旨意。毋茫咱做伙来听教会，合一，用信心向前来跑走。好唔好？好。多谢大家。这时我继续来报告。人讲书房的部分，下周是联合的礼拜哦，是咱斗志嘅牧师来主理哦。这个书会是书范九乐，书评是林志玲姊妹，交代甲书献是尤成瑜甲林之清两位。新家人关怀是简逸飞甲谢玉伦两位，献花同款是尤成瑜甲林志清两位，会前的领唱是曾启瑞兄弟，献诗信歌队，音控是林约恒同学，新人主日是咱就是讲经，华语礼拜咱是做会是这毋是讲经，是做会来联合礼拜。主会的人数甲奉献，咱家己来看。本会消息，拄仔咱有听到咱这个嘉丰长老的报告，请大家继续来祈祷。今仔日是中秋主日，也是受难周的开始。这礼拜是基督伫地面生活的最后一礼拜，伫受难周，咱基督徒会纪念基督，为着人的罪来受审判、逼迫。甲定时地来死，所以请兄弟姊妹，本礼拜尽量，咱来减少宴谢也是欢乐的活动，用祈祷的心，来这个受难周，来守望。第二项，北中西一区，受难日的联合圣餐礼拜，定伫4月3号的拜五按时8点，伫本会伫咱的教会来举行。咱兄弟姊妹咱邀请咱做伙来参加。下主日早起咱国外者加这个清明的追思的联合礼拜就是联合礼拜咱有清明节，到咱这个追思咱追思咱的这个过往的咱的亲友国外者的这个朝阳礼拜伫咱的乔大的土地上午7点。国外者圣餐的礼拜圣礼典新人的洗礼有邱立纯加赖文辉两位信用个别有陈怡芳姊妹。咱清明的追思会若是咱有兄弟有追思的亲人亲人咱过去可能因为咱即马有足侪新的这个兄弟姊妹所以你若有过去要追思的这个亲人会当用资料主要就是相片。还有这个出生概念安息日出生的日子跟安息的日子将这个照片相片跟电子档交互干事，那是因为干事今仔日是请假所以咱交互牧师。下周礼拜后的礼拜后有准备简单的爱餐是咱的常年来举办的请兄弟家己来准备这个碗碟自己备餐具好，咱再来看第4点小会
预计以5月要来举办欢送杨牧师请兄弟会当提供咱可能咱厝的有这个甲牧师咱规家甲牧师牧师娘做伙的这个相片干事要来做伙来做一个纪念影片。好，第5项本期咱幸福小组有3组分别是恩典幸福小组、有喜乐幸福小组、有中树幸福小组3组。咱大家除了咱顶礼拜有讲咱毋是讲这是领导的代志是咱教会的代志，所以咱做伙有这3组来祈祷。还有强调讲，你若有厝内你若有亲友，你感觉讲会当邀请你嘛会当邀请到这3组来参加这是咱会当做伙来用所以讲，若是你有亲友要来，你会当邀请，你来看倒一组较适合，你就来通知这个组长，还是讲这个组员，一定足欢迎，大家咱做伙来传福音。好，咱家己来看第6项社区传道组咱除了咱顶礼拜六咱开始有这个儿童这个周末营咱的这个传道组还成立了一个喜乐社区的关怀站咱主要就是用周间的时阵要来进行福音单张的分发事工大家用这个事工来跟社区来建立连接所以欢迎大家会当来做伙来这个传这个单张那咱日期会当看咱大概就是2礼拜有一届咱伫咱的教会是拜三的早起9点到12点上午的时间咱有关怀内容就是咱的这社区的免费来加头章测量血压，咱来祝福祈祷赠送的小礼物咱就不忙讲。伫周间的时阵，有足侪咱遮的乡亲会当来参加咱遮的活动来入捌咱的教会甲上帝所以大家会当来做伙来参加。若是要来参加会当来联络咱的赖建志长老咱同步吗？咱就嘛邀请咱的原本的关怀爱无限的这个同事朋友。好，咱看第7点114年度的上学期的奖助学金已经预定会当开始申请了咱会当办公室来领取表格咱是为国小甲大学拢会当来申请所以你若厝里头有囡仔咱会当来照咱的这个规则来申请。咱教界的消息会当知影讲泰山教会是咱的教会伫今仔日下晡3点半要举行陈俊龙牧师就任第5任牧师的就任礼拜咱兄弟会当来做伙来参加。关怀台岛的消息咱会当继续来为着遮的兄弟伫厝的疗养的，还是讲住院的大院的这个兄弟咱继续为着伊来祈祷。即马奉献的部分咱大家家己来看看，若是有啥物错误的会当会后甲会计来做订正咱请来介绍。所以咱有一位今仔日有一位第一摆来甲咱中间伊住伫波兰曾玉环是不是？曾继环，抱歉，曾继环姐妹，曾继环姐妹，咱欢迎来，感谢伊嘛是咱主来会姊妹，毋知佫有第一摆来甲咱中间的，好，继续。咱就欢迎非常欢迎我们这个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咱会后会当来我们来交流咱即马来读京剧同款是加拉太第2章第20节遮有一个部分大家爱注意一下遮有我要求在话遮是少一字毋是由原话爱记大家会记这是毋是咱做伙来念。我放甲基督同顶是下，要规个话，毋是由原话，是基督点伫我的话，搁我现今利用体所谓话，是在伊信上帝囝来话，伊捌囝我，替我替家己。好，我讲的是周报顶管是少一字好，即马咱要来奉献来回应咱的上帝听咱请咱事献的同工来事献。
迄个意义吼，咱会当咱来学习。请坐，咱做伙开起来，咱来唱上营513首，上营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圣神的相通，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三甲彼得，对即时直到永世来无尽。阿门。姊妹热岛，咱嘛请庆后后座结束，才来彼此来行平安礼。
讲啊，好。我一下要带那个主任曲。好好好。